来乡亲，咱继续就来看台北树林这间葫芦寺，讲这个香火真旺真灵盛，有真侪大咖的人物拢会固定来拜庙，尤其是选举前会专工来拜拜祈求当选。像赖清德无偌久之前，才甲王世坚做伙来这办活动。去年选台北市长，候选人嘛全部到齐。今仔日侯友宜、郭文摕甲郭台铭嘛拢到位。拄则有讲到，讲三个人一直换位，前后换8届。庙方上尾也是安排侯友宜甲蒋万安坐做伙，两个人开讲感觉真熟络。不过郭文摕甲郭台铭坐做伙，两个人的互动就较冷淡咯。车饼2024总统大会座会敢若特别安排过，侯友宜和蒋万安坐做伙，市府市处刚说相会，佮感觉要徛起来时，差一丝仔无对着天。来看另外一边的郭台铭和郭文摕两个人敢若真切分。郭文摕不时额头看手头顶迄张纸，半领看倒边，半领看正边，目光的焦点就是无伫咧郭台铭身上。现场小解侯友宜的时，郭文摕个了一头，不过伫咧小解郭台铭的时，伊就完全无反应。不过葫芦寺先转当成行过来才拜拜，会庙寺内底刻满真侪信徒，双手合掌虔诚拜拜，对当感受到这就是当地信仰中心。比如说车子如果找到的话，哈，就是以水果来答谢，但是隔天警察就打电话过来了，说车子在3只。我拢是求大家大做平安。健康事件人求，甚至有人厝内底车房偷看，别拢会来找新兵斗相共，含真侪政治界头人，嘛拢会固定来遮拜拜。除了总统蔡英文，边个陈时中，迄天要选台北市长的蒋万安、黄珊珊嘛行较到，副总统赖清德当然嘛来过，这位含2024总统大选，那里被固定赢参选前嘛全部招考。啊，台北葫芦寺庙起到单已经超过75摊，是树林区的宗教代表拜拜办法会，麦当点光明厅，历史真久，信徒嘛真多，像真侪政治人物，伫咧选举进前拢会来遮祈求当选。庙内底主要服侍观世音菩萨，麦当拜着关圣帝君、文昌帝君和关虎，想要考官分求姻缘的人是这。从一个4合院的房子，后来是改修过来的。我们就是从小拜到大。里长讲，一代传一代，为细汉拜到大汉。葫芦寺若是当地信仰中心，因为人气介旺，嘛互政治界头人到大选前都会来遮拜拜求顺势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